Hello，大家好啊！喺吉隆坡嘅第4日，我哋朝早去咗素食嘅熟食市場食嘢。呢度嘅嘢食種類好多，有煎釀三寶、椰漿飯、涼嘢糕、客家擂茶、素魚頭米、福建麵、素魚片花生粥。總之，熟食市場常見嘅嘢食，好多都可以喺度揾到佢哋嘅素食版本。素食嘅檔口喺外圍，而中間係用餐區。我哋試咗天心檔口嘅煎釀三寶、咖喱豬腸粉同埋椰漿飯。豬腸粉比較似巢皮腸粉，口感幾滑身；咖喱汁比較稀。椰漿飯係用紙包住，味道都幾辣，啲飯比較腍同埋鬆散。呢度嘅檔口開得比較早，所以建議大家嚟食返個豐富嘅早餐，先至再開始行程。下一站，我哋帶大家去飲茶食點心。呢度每日嘅早市同埋午市都有點心供應，點心紙上邊有50幾款素食嘅點心可以揀，每位需要俾4蚊茶錢。素燒賣翅係自家製，素肉漿入邊撈咗紅蘿蔔粒同埋類似素蝦粒嘅爽口食材。蝦餃就同香港食到嘅差唔多，入邊主要包住素蝦同埋沙葛。我覺得芋角幾好食，入邊係包住素叉燒餡，味道甜甜地似叉燒酥。粉卷係用腸粉皮包住春卷，類似香港食到嘅春風得意腸。腸粉底下已經放咗豉油，春卷入邊係包住椰菜、甘筍等等嘅食材。素叉燒腸嘅腸粉皮薄得嚟夠滑身，入邊包住麵筋整成嘅素叉燒。魚翅餃嘅質感比較乾身，餡料以素肉為主。喺吉隆坡嘅最後一日，我哋去咗遊客必去嘅熟食市場 ICC Pudu。呢度都有一檔素食嘅檔口，主要係賣中式小菜同埋炒粉麵。因為我哋喺酒店已經食咗自助早餐，所以就冇試到。我哋當日主要係試咗慢煎糕同埋榴蓮。人生第一次食榴蓮，估唔到又幾好食喎！一連6集嘅馬來西亞之旅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分享嘅素食餐廳同埋旅遊景點。喺影片完結之前，想同大家分享埋喺吉隆坡國際機場嘅一間分素餐廳。餐廳係位於國際線嘅出境禁區位置。窗口可以望到飛機升降，用 QR code 嚟點餐，入邊有個類別專門列出素食嘅菜式，有5款嘢食可以揀。什錦堅果素食炒飯即係欖菜炒飯，表面放咗酸酸地嘅木瓜絲，加咗豆乾、腰果同埋菜一齊炒。燕麥麵嘅口感似上海麵。素墨魚丸好爽口，配料仲有小棠菜、冬菇同埋粟米。印度薄餅有椰香味，醬汁鹹鹹地，入邊有幾粒白色嘅芝士粒，芝士嘅質感比較乾身。
下一集我哋將會去廣州同埋佛山，同大家介紹打卡一流嘅素食餐廳，仲有更多之前未介紹過嘅素店。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！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影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睇，仲有 follow埋我嘅 Instagram。